大家平安，咱先来祈祷。掌权的主，感谢你，你搁一家引导阮，参加组织来听你的话语，来即个中间领受你的启示。主啊，你实在即个中间，互阮看到，互阮人生开路。 无可能的时阵，伫绝望的时阵，罪恶中，你要互阮有一条新的路，生命的路，活命的路。主啊，愿你只是将这条道路指示，互阮知，互阮看见，互阮体验着，互阮以后决志来行这条路。献就阮的时间，愿你生活，以带，伊都拢交到主耶稣基督。阿咱顶礼拜已经介绍，即个世界是一个野生动物园，吼、毋知咱一礼拜中间有偌济观察啦，吼，咱看到伫即个礼拜内面，毋知大家有看到，真侪野兽无？吼，毋知咱伫即礼拜内面，拄着几只狮仔，吼，几只即个豹，吼，几只即个虎，吼，也是当着真侪。 可能毋是真好诶动物，凡是也是咱家己，吼，比如讲我家己照镜诶中间看到，我即礼拜实在真像一只一只驴啊，吼，一只鱼，还是啥物啊吼。咱伫即个讲道诶即个系列内面吼，希望咱对顶礼拜即段开始，就是咱来看咱整个信仰基督诶信仰一个真重要诶一个起点，就是互咱知影即个世界实在是一个动物。 的一个世界，一个无救的世界。所以咱伫即礼拜，今仔日咱要来继续来探讨，伫即个无救的中间，上帝怎样为咱整个世界、整个人类来开路？伊怎样开出一条无共款的路？所以咱今仔日的讲题，咱要用变身之道，就是咱的即个咱是动物，怎样伫即个中间来变身，来身体来改变，来成做一个人。 咱伫顶礼拜，咱也有即个咱也有印象会记吼。咱顶礼拜咧结束的时阵讲着，即个世界无救的时阵，敢若3项方法。吼，第一项就是大家安那互相来夹来夹去，吼，种自相残杀啦吼。最后就是一款即个亡的绝路吼。第二项咧，咱先看者吼，因为第二项就是咱顶礼拜嘛有讲着，就是无就将咱遮个动物的即个爪子即个。 鸟啊，吼，还是即个喙齿，还是等等遮个动物的遮个兽性吼，兽性，甲收起来，甲藏起来。第三当然咱较领过嘛，讲就是咱的即个信仰会当完全改变，伫耶稣基督的信仰内面，咱完全来变身吼。所以咱今仔日就是要对这3项来好好来思考，好好来看，咱即个世界怎样要用啥物方式？ 来找出一个方法来解脱、来改变。但先咱讲到的就是，这个世界若是无基督信仰的时阵，一般的人是怎样来生活的？简单讲，就是这个互相来夹来夹去，然后呢，行入一个灭亡的绝路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这是咱自然的法则、自然的法则。伫大自然中间就是安尼，伫社会上就是安尼。 因为即个世界，咱讲已经受到罪性的污染，已经有咱讲兽性伫即个中间，所以受到罪性的污染，甲即个扭曲捆绑，所以整个自然的即个规矩、即个法则，煞来改变，煞来变质。本来上帝创造即个世界是好的，总是伫即个罪性的中间，咱生存的法则是愈来愈歹。 愈来愈变态，愈来愈变质，所以咱看到社会是啥物？都是资源互相来抢，都是生存来斗争，都是弱肉强食。吼，若是较软正的，就去互迄较强的食，都是有真侪阶层互相控制，阶级宰制。社会敢毋是安尼？所以咱看到真侪人，包括基督徒。 咱希望咱的细囝，咱的后一代，因有好的成绩，有好的拍拼，有好的人生好的事业，是起坐伫啥物面顶？
去做伊伫即个社会有竞争力、竞争力，伊会当踏伫别人的脚车顶头顶即个物件来爬，敢是安尼？这是啥物？生存法则。所以咱顶礼拜若是咱有印象，咱讲着即个动物星球频道，咱就会真清楚看即个世界的运作的一个规则，就是动物星球频道。狮仔将羊仔食去，羊仔将草仔食去，草仔输土内面的遐养分，一层一层安尼落来。认为这毋是一个上帝创造本来正常的一个好的良善的一款现象、一款状态，伊是受到罪性的扭曲变质了的一个世界。所以咱若有印象，伫先知的话内面，伫以赛亚内面有讲到，有一天狮仔甲羊仔要到灵魂，要食做伙，狮仔嘛要食草，囡仔会当甲蛇耍做伙。伊咧讲啥物？伊咧讲有一天，即个世界转来是上帝本来创造良善的迄款天数内面，袂互相夹来夹，互相安尼斗争。所以咱伫这中间，咱看到对古早到当有足侪政治家、真侪思想望改变即款物件，上有名的就是共产主义，敢毋是？共产主义就是要改变即个物件，伊望讲将资源大家拢分共款，安尼大家就袂来烧钱啊，敢毋是？咱无即个阶层，不要有阶级，大家拢共款的时阵，安尼就是介好。但是有成功无？无。若有成功，今仔日全世界拢是共产主义，敢毋是？为虾米无成功呢？因为伊袂记一个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人是有罪啦，人有罪性。你改变制度无法度，迄敢治标无法度治本啊。所以咱看到即个自然的即款变质的即款法则所做出来的一个结果，就是根本无可能变新啊。人是愈来愈歹，人是愈来愈参像野兽。所以这互咱想讲真特别的所在，咱会当想一点就好，就是当全世界的人拢面顶咧爬时阵，基督徒群体耶稣的人是世间的下骹咧行，因为基督是服侍即个世界。就我想到一个灵修的即个大师，灵修大师卢云啊，罗文伊伫伊咧老的时阵，伊讲过一个真深的一款体验。伊讲伊一世人拢咧教人怎样谦卑，怎样服侍，总是伊家己咧，伊家己确实步步高升。对一间细间的大学到愈来愈大间的大学，伫伊的中间做教授，咧教人啥物叫做谦卑，教人啥物叫做灵修，伊感觉足见识。伊讲这是一个真矛盾、真吊诡的一款现象。我教人爱谦卑，结果我伫面顶来爬。所以咱看到这是自然的法则，毋是咱毋对去，乃是即个世界伫即个罪性的捆绑中间对去。所以安尼要安怎咧？咱看第二项方法，若是第二款的变新的道理、变新的方法是啥物咧？就是咱拄仔讲，甲即个鸟仔，甲咱的喙齿，甲咱遮个动物的即个咱讲兽性，甲藏起来，安尼会使。发厂有好势，会当看起来较亲像人无？即个世界袂安尼互相夹来夹去，袂安尼袂安尼来安尼即个咱讲即个软只人叫强的人只，会看会当会使安尼无？这是啥物？这是人类另外一个做法，就是一款人文精神的做法，人文精神的做法。即款方法望将咱人啊，会当做甲亲像人，看起来亲像一个人。咱对真侪方面来看，大先，咱看今仔日人类的即个科技甲即个文明啊，文明科技文明，是毋是会当带互咱会当改变，莫真做一个野兽？咱即个时代是非常进步的时代。总是咱若好好来想，即摆现代人，伊的手呢摕一支 iPad， 伊有真侪真现代的物件，伊坐车，即个对出发从0到100公里，迄个咱讲即个时速加速3、6秒咱完成。咱拢坐真好的车，
穿真好的衫，用真好的物件，才会科技带互咱真侪发达。咱讲这是进步，总是咱看到，人愈进步，伫即个中间进步，伊人性有进步，又搁较亲像人无，又搁较疼人无，又搁较看无着伊的喙齿，看无着伊做遐个咱讲歹才会受伤的物件无。但是咱来想看卖，这是毋是一款转移焦点、升级包装的一款方法？都、就是安那嘞？各位，今仔日咱莫阁想多的物件，迄无意义。安那欢喜过迄个生活就好。吼，缀即个世界，欢喜去缀迄个生活。科技怎样进步，咱就怎样来生活，欢喜就好，愈食愈好，愈穿愈好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即个世界安那嘞？怪胎。吼。这几冬开始，人类开始发现，代志大条。为虾米？因为地球要叫人人类安那，抢了了，食了了，害你无鱼啊！吼，啊，咱食的鸡腿拢是拍尖来的，是毋是安尼？吼，啊，即摆牛嘛袂当食着哦。牛为虾米？啊，这人咧，地球愈来愈小有无？为虾米愈来愈小？因为你换一代新的机仔，地球就为着要做一代出来啊啦，都真侪工厂伫遐直放，地球愈来愈小，愈来愈热。所以当咱摕到一支新的机仔，做一个吼，咱有一个新的科技出来的物件时，你享受你的物件，是毋是你也负即个代志，就是即个地球我都愈来愈我都会当继续大。所以人类即马开始想讲，安尼咱看咱移民到火星无？最近即个新闻出来无？大家咧往火星去移民啦吼。所以咱看到这是转移焦点，莫去想遐咱好啊，伫咱的生活内面就会使。这是啥物？这是升级包装，就是将咱的受性甲包较水。你看起来参像一个人，有时咱坐捷运看到一个人，一个青年来好也是啥物吼，拢会使。伊规身躯安尼对头到尾，哦，一个足 fashion。哦，足进步的，啥物物件拢有吼，上新的物件拢带伫伊的整个身上安尼吼，啊讲话嘛用即款真新的一款话，看起来参像一个真进步的人，但是其实伊是升级包装，将伊的真性，将伊的即个受性甲包起。即款物件最后的一个吼，一个结果就是强化兽性，互咱的兽性愈来愈歹，吼。科技会进步，所以啊，武器嘛会进步。吼，以前摕刀安尼砍着，后来有即个枪，即个枪，即马足简单的，按一个键哦，全世界知了了，哇，进步的，是毋是安尼？足进步的，因为人是一个有缺陷的人，所以当人用科技的方法想要来解脱，想要来脱离即款野生动物要改变伊的习性，无可能。所以第二项咱过来看。理性甲哲学会使，理性会使，咱人有理性敢毋是？咱会当用咱的理性去思考真侪代志，咱人愈来愈亲像一个人啊，咱会当将将咱身上遮个兽性、遮个兽性甲除掉，透过理性、透过哲学会使。咱看到真侪理性、真侪哲学的物件，互咱真侪分析，甲咱讲人是安那的人，咱会当去思考，咱会当去看。但是你有即款感觉无？就是大概你想讲，人应该照理想讲爱做这，但是咱人通常是做。咱讲人照理想来讲，你爱听你的厝边，是要听袂到。为虾米？因为我讨厌。为虾米讨厌？我就讨厌。由心而生的讨厌，对吧？无法度。安尼有理性无？所以，我有一个真深的体验，就是我会记得我咧读册的时阵。阮即个同学，起一个，我们弄了一个咱讲即个读册会。啊，我会记得我迄个时阵，大学差不多3年4年迄个时阵，真销迄个市民，名拢袂记啊，就是用理性去思考真侪政治上的遮个议题，莫讲，毋是咱讲的迄款政治哦，是讲一般咱即个。社会面顶，咱所有爱安怎来做，来去做咱的社区，咱怎样来生活？即款用理性的物件去甲创出来，我们叫做市民社会啦。后来阮发现一个真趣味的所在，就是讲即款物件无可能实现，
因为迄是一款知识分子的一款理想。哦，毋知咱有住迄款社区的大楼的人无？吼，我是住伫迄款拢社区大楼吼，即款真侪人，拢集合住宅内底的人。照你讲，咱应该一群人互相来讨论怎样将咱的社区创较好势。但是你有即款感觉无？社区是愈来愈歹喎，你的经营是愈来愈歹。为虾米？大家毋是共同来追求咱的生活，应该愈来愈好势。咱用真侪款的即款的即个条例规定，等等才会互咱的生活愈来愈好势。但是有无？无啊！真侪人无爱去插遮个代志，真侪人可能去损害到伊的利益，真侪人感觉这无意思。所以即款用理性、用哲学的方式要来去做，伊是无可能。伊最后就是互咱的受性愈来愈性化。就是咱会感觉讲用理性来处理代志足好的，理性是王啊。但是理性真侪时阵是徛伫利益的理性，你的利益伫倒位，你的理性就伫啊。你分析别人真简单，总是无人会分析共。所以这是一款有发汗的真善美，然后真。后一个咧，道德甲法律有法度无？咱用真侪款的判免，毋望咱一个人愈来愈有道德。真侪时阵，咱讲吃亏就是占便宜。我真讨厌即句话，以前真介意，但即马足讨厌即句。为虾米？伊咧甲你讲一个讲，你若做一个看起来家己食亏的代志时，你会当怎啊？你会得到利益，用即个物件咧甲你成。所以咱真侪人讲，伊我大概食亏拢无得到啥物好的利益啦，我没有占过便宜呢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我大概我每次吃亏都没有占过便宜啊，敢毋是？所以咱看到，道德其实是咧加强一个人啊，愈来愈为着家己的利益来想，敢毋是？其实方法改变。哦，当我伫公车面顶来让人坐的时阵，我得到家己的利益，就是大家人哇，你足赞！哦，我想要得到家己的利益。当我有一个好品行的时阵，我毋望所有人安那，拢安尼讲哦，你这个人足赞！哦，你实在是阮这个中间的活菩萨。哦，一个圣子，用利益来考劝人，来吸引人，用法律来甲你逮，你毋做歹代志，甲你讲甲掠起来哦，甲你逮，所以你会惊。我会记得我细汉时，真个时阮迄个时，我的阿嬷定讲讲，可能伫过去的时代的关系，你若是咧反咧，互咧乱的时阵，伊就甲你讲警察要甲你抓哦。阮细汉时阵即摆无人咧讲警察要甲你抓。以前台湾有白色恐怖的时阵拢安尼啊，所以你看，迄拢是用即款方式咧甲你逮。而且中间咱看到受性会当改变无法度，伊可能互你的受性安那看起来较淡化，看起来较无。你看即个人就有道德，就有品格，哇，看起来亲像一个人，伊毋是精神啊。这是有发汗的一款势。过来，艺术有法度无？美学有法度无？咱看到真侪时阵，艺术真侪好的即款人的精神的表达，看起来会当帮助咱体验无共款的人生。总是真侪时阵，咱发现伫艺术内面，你会当体验到就是一款感动，一款感受。啥物感受？啥物感动？人类互相抬来抬去的时阵的迄款感受。伫迄个中间，虽讲咱的精神受到安慰，总是迄个安慰我着解脱。咱会当看一幅真水的图，会当听一段真水的音乐，总是即个真水的图、真水的音乐，要带互咱人真深的一款叹气。为虾米人爱安尼？咱若有经验的时阵，咱好我来体验即个。时间的关系，咱继续来看。所以，伫美学内面、伫艺术内面，看到的是一款修行受到美化，野兽嘛会当很美丽。所以有一个词真趣味，即几工开始流行，还是讲已经流行，已经退流行，叫做暴力美学，有无？暴力有美学，你看，讲拍，佫拍甲足水的，拍了你哇水，是毋是安尼吼？你看这句话多么讽刺啦！暴力可以有美学，是毋是安尼？
哦，所以以后若是有家暴，时阵看那个家暴有美学，哦，啊是伫街仔路咧相拍有美学无？哦，是毋是？流氓若是咧伫遐拍来拍去，时阵帮派伫遐拍来拍去，时阵看有美学无？哦，战争看有美学无？你看我枪击弹了偌水啊！抬这人抬了偌水，美化兽性，有法汉的水真善美，拢有法汉，最后宗教会使，这是重点。这个世界有足侪宗教，不管是去庙里拜，还是你拍开电视听人讲，其实迄拢是宗教。你看到电视内面的叶教授还是啥物教授，迄就是一款宗教，伊咧教你一款道理。所以宗教理解中咱会使无？真个时阵咱看到宗教是咧锻炼咱人，互你内面一个较无即个修行的物件，会当愈来愈出来，互你的修行愈来愈佳。哦，你内面迄个人的迄个形象会愈来愈清楚，想要甲你锻炼，想要甲你改变造型，互你看起来无迄个物件。所以不管啥物宗教，咱拢看到即个物件，敢是？哦，佛教内面咱看到一个人会当修炼，诚做本，伊最后是物，就是伊心内无所有，真互咱讲罪性。迄看起来袂歹啊，甲你锻炼改变造型。哦，伊斯兰教咱看到，伊会当互即个社会真稳定，教廷事咧行。但是我一个真歹去想象的，就是讲因的俘虏爱包面爱包头，你讲这是有保护伊。啊，咱问一个问题是，为虾米袂当因卖包，因嘛会当受到保护？为虾米因爱包？哦，因为因遮个头毛遮个物件是伊水的所在，会有查某人有迄个欲望要甲欺负。安尼哪会是改变查某人？为啥毋是改变查某人？对无？你若改变查某人，就讲解决啦。为啥物爱委屈查某人去安尼包甲？你有即款体验无？所以真个宗教，咱毋是咧讲伊无好，还是歹，咱会讲伊会当带互咱啥物款的得见，啥物款的变心的道理。伫这中间，咱讲这是毋是一款生化兽性？互咱的修行愈来愈深来去心内上深的所在，就是啥物？若是顶礼拜有听到咱即个生命主义的人，你马上有当回答，就是互一个人自我中心愈来愈深到互你帮袂着、看袂着。我去做好代志，就累积我家己的功德。我信即个宗教追求的物件是为了我家己。最后，伊个点是为我家己，所以伫这中间，咱看到这是无法度改变的。以后，即个修行愈来愈深，伊有信用，诚做一个缺憾的信用。所以，咱最后讲即个物件，其实这是重点，但是咱时间袂够。咱真紧讲，因为咱看了还有主日学，咱慢慢讲吼。但是头前迄足重要哦，因为咱若拄啊迄无好我想的时阵，咱即摆看即个部分无意义啊吼。咱来看下咱的信用怎样帮助咱。其实咱拄啊所长咯，已经将真侪经文读互咱听。咱超工用遮尔侪经文，就是望咱听即个道理了袂记无要紧，但是转去看圣经你就知啊，所有你就知。伫咱的信用内面，我要互咱重新做一个人，真正的人，这是基督信用的做法。我有伊一个物件，咱会当甲记起来，叫做专治野兽特效药。吼，相对亚血来医治伊的即款特效药，这真重要哦。较定咱成人主日学，咱慢慢解说这是啥物。来，它既然是特效药，咱用特效药的这个规格来讲哦，品名哦，即款药啊，伊的名叫做啥物？阴性清液吼。伊的成分是啥物？伊的成分就是上帝伫道成肉身十字架耶稣基督，哦，伊的死甲过活内面的稳定，迄是伊的成分。咱食即个药落去就是有即个物件，吼。使用的期限啥物？对咱人认罪悔改、信耶稣开始一直到基督国来，哦，这是咱使用期限，哦。制作的工厂是倒位？教会咧制作即个物件，而且真重要哦。所以为啥物来教会？因为要制作即个物件。哦，啊，你会当比其他出来无要紧，你会当无来礼拜无要紧，但是以后啦，没有制造工厂，哦，可能唔歹制作出来。
不用说明这重点来啊，要专有食这个吼，怎么吃这个特效药吼，专治野兽吼。但是咱前捌就是一个耶稣伊救赎甲更新的称义的文典，救赎甲更新这两个字真重要吼。啥物意思？啥物是救赎？就是耶稣基督将罪人称做义人。啥物是更新？就是予一个罪人正做义人，这两个无共款哦。我本来是一个罪人，总是伊称我做义人，这是头仔的，就是救赎。我是一个罪人，伊甲我变做义人，这叫做更新。这两个无共款，但这两个拢伫即个成分内面，你食落，你会当得到这个。上帝主动，人被动，上帝伊的恩典伫咱的中间，伊帮助咱，毋是咱家己去找找出来。所以有一句话，咱可能真熟的经句，就是我们爱，因为上帝先爱我们。咱有疼是因为上帝先疼咱。咱的生命中间有基督的疼，毋是因为咱家己有，乃是上帝将伊的疼互咱。过来，伫即个中间要来怎样来食？咱看到就是一个耶稣的内面来发动来成就，即个药啊食了，透过是一个耶稣来成就。是一个耶稣为着咱的罪人啊，为着咱所有的人安怎呢？伊放下伊家己的性命。伊用性命做重价，行毋是。咱拄仔经文内面读着，耶稣为着罪人，所以认为咱是罪人无？大家拢是，我嘛是啊，因为耶稣为着咱。啊，世间人拢是罪人，就是，但是因无感觉尔，咱有感觉，咱知影咱是活伫一个罪的一个限制内。是一个耶稣为着咱，放下伊家己的性命，用性命的重价。行毋是真重要。耶稣的恩典，毋是廉价的恩典，毋是凊彩有恩典，是重价。咱若将福音传互迄款不屑一顾的人，无爱听的人，认为圣经甲咱讲迄是啥物？将珍珠丢给狗。若是无感受即款恩典的人，伊不配得到这个恩典，因为迄是重价，用性命买来。过来，这位是一个耶稣拯救了无法度家己救家己的亏欠上帝应要的罪人。咱先注意哦，咱会慢慢讲这个。咱只要想一个物件，就是人伫罪性中间成做一个一个野兽，咱失去上帝的形象，无法度显现伊的荣耀。过来是一个耶稣更新创造了即咱罪人的性命，互咱即个野兽的旧的人。彻底来变身，成做基督的心人。所以，伫第三个即个点内面，咱看到，这就是更新的意思。咱转来看，人捌是一个耶稣救赎甲更新称义的恩典，内心爱真捌者。伊都一世人拢咧追求即个人捌，即个真重要。若无人捌，无熟悉，歹势一粒药仔你袂食，你食就无效。过来，第二，独透过信，甲是一个耶稣来建立，领受即个称义的恩典。耶稣即个药仔遮好，我要怎样食咧？会当开始有即款的恩典出来，会当领受，你爱信。你若无相信，耶稣甲你无伫干，即个药仔的功效甲咱无任何关系。信是圣神的即个最高。领受称义恩典的一个器皿，今仔日咱会坐伫遮，咱相信耶稣，是因为圣神伫咱心内中间最高，所以咱会当体验到为虾米一阵即个报道会内面，大家拢听到道理，但是敢若几个人会当感动尔，因为圣神最高，其他人拢无感觉，因为无圣神。所以认为长老会敢无圣神，无咱坐遮坐假，是毋是？咱有圣神，因为圣神伫咱生命中间最高，信。是人甲是一个耶稣结连的一个亲像结婚的即个手指共款，婚指，这是路德的话啦吼。信将人甲耶稣基督结连做伙。第三，信重点来啊吼，是一个人完全的委身，就是一个人伊真正认捌着伊家己的罪，伫即个中间悔改，也真正体验认捌着即个称义的恩典。
然后对即个十字架的耶稣天现的这位上帝，用伊全人的委身来做出伊性命的回应。讲半步是啥？就是神，就是一个人真真正正愿意放落伊过去野兽的人生，对打开始群体耶稣，这就是伊的性命的委身。基督徒若无即个动作，无信。信毋是讲哦，你讲这个道理哦，袂歹，安尼我信，毋是。坐伫迄个所在，无改变咱的性命，无一个新的开始的人，伊无相信。除非你真正相信，你真正群体。你真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好，所以伫十字架的耶稣死到骨活的面顶，咱看到就是一个人旧的迄个野兽死去，新的基督的新人会当生出来。对安尼，咱看到即个称义的文典开始运作，就是甲基督那个咱讲同时啦吼，做伙死，罪成的人罪来死，发离伊诚侪罪的即个路财，甲基督也相时来。即个即个三角过活，基督的新人伫基督内面来顶头生，上帝来活。咱肯定先主要慢慢讲即个，总是伫中间咱的会友，若无参加的人，咱嘛爱知影即个物件就会使无要紧。就是我拄仔讲的，遮尔好的，遮个特效药，当我信耶稣食袂了，我要怎样真真正正来开始运作的？就是咱旧的即个人生，旧的即个精神的即个性命爱甲耶稣基督死伫十字架顶，然后新的一个性命，新的一个开始，基督的性的即款的性命，也伫十字架顶来过活。这是咱拄仔读的第6章的无，即个真重要。所以有人甲你问讲，我信耶稣，我哪会拢奇怪，拢头尾拢无啥物改变，欠一个啥物件？你无死啊！你的人生旧的迄个罪性无死，透过洗礼。来做一个宣告，所有咱受洗伫基督的内面的人，咱宣告一件代志，就是过去的咱、野兽的咱、罪性的咱已经死去，基督的咱、生命、新生命的咱已经过活。洗礼有即个意思，真正的意思。所以，我阁有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咱产生了基督的新的信仰，要甲上帝来起造好的信仰关系。对于今仔日开始的称义，到未来咱的正情。诚做真真正正的人。好，最后咱讲，就是要透过上帝，就是借着上帝透过圣神，互咱有即款的听。虽讲咱活伫即个野生动物园内面，总是咱会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五忙，五忙最后绝对会成就。你若感觉讲即个世间无救，无要紧，你只要信一项代志，就是对咱信耶稣开始，咱有五忙，咱知有一天咱会诚做人，新的人，完全。所以，亲爱兄弟，你变心了未？你有即个渴望，你望会当变心。你敢有真正体验到即个变心的意思？你敢有遵守变心的几个规则？你敢有逐工操练即个变心、变心、变身吼、变心的即个物件？留意这每一个问题拢真重要。一个无真捌的人，伊怎样会当想要去操练？一个真捌了，若是伫即个中间无好法去，逐工去操练的人，伊怎样愈来愈有看到伊家己基督的新的性命？搁较重要留意，有真侪时阵，我伫真侪即个场合，真侪即个专讲内面，真侪特别是青年，真爱问即个问题，讲咱讲的耶稣，咱讲的教会是一个新生命的所在，总是我哪会？我家己的教会，也是伫我的亲戚朋友，甚至我的厝内的遮个长辈身上，无看到即款性命改变。即款问题咱怎样回答？我定下问一个答案，就是是毋是人真正有即个仪态？是毋是真正了解伊的意思？是毋是有遵照即个规则来行？是毋是有真心去操练？以上只要有一个 no。咱拄仔讲的有无？叫风太水气无啊，放水流无紧。所以，望咱时时刻刻逆向是，因为伫十字架顶，咱看到咱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得到即个恩典，性命改变的恩典。伫十字架耶稣的面顶，咱甲伊结，
伫个中间，咱有诶做成新诶生命生出来，都是伫即个神。所以教会为虾米拢爱采新嘅？绝对毋是为着装潢的需要。吼，有人其实个做啊真水，无意义，要互咱来立想，咱怎样伫即个中间看到一个。我最后用一个真短的故事。台湾长老教会伫北部第一间教会是五股坑，吼五股坑啦吼。即个五股坑教会，伊是怎样起造？就是一开始对即个所在有一个人叫做丹塔社，大家拢叫伊丹塔社的陈塔吼，丹塔。伊有一天去淡水听马偕博士的讲道，伊听了，伊马偕讲一句话，伊讲。我是一个五股坑的寡妇，我一生中间撞到真侪苦难，真侪苦我拢吃，总是插头红仔无法度互我得到爱。今仔日我听你的道理，我真受感动，我真意爱听你讲，也相信你讲的迄位上帝会当互我得到平安。我会过来，后礼拜我会找搁较侪人。五股坑教会就是安尼开始。即个寡妇，即个丹塔嫂，后来娶一顶人来，人愈来愈侪，最后啥啦？马偕就走去迄个所在去来建立一间教会好。台湾第一间，北部第一间，丹塔嫂一个寡妇，所以马偕讲称呼伊一个名讲，伊是咱台湾以色列的夫妻。因为我毋知咱的性命是毋是有着患难，是毋甲丹塔嫂共款，我毋知。总是，毋知认为咱伫即个中间听到遮尔，你是毋是共款甲丹塔共款？讲一句话，所有世间的物件无法度互我得到爱，但是我相信上帝会当互我得到平安。以上你听到遮尔，过去丹塔的厝讲出来。今仔日望咱的心内，也上安尼讲，重新来遇到。阮的主感谢你，搁一摆将你的启示、你的信用放伫阮的中间，愿你激励阮、帮助阮、更新阮，阮的生命伫你的中间来改变，互阮会当领受、完全领受、彻底了解、彻底明白，也意爱对你遐来的救恩。愿你引带。愿你继续带领，阮伫阮生命的追求、的人生的中间，会当愈来愈看到阮修成诚侪过去，伫你内面新的人生当生出来。愿你甲阮固定教会正听这议题，引带阮行即条诚侪人的道路，献上阮的感谢，伊都拢需要最后所叫。阿妹。